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提早1分钟来甲大家开讲吼。唔知影大家，足侪人中昼顿拢有食吼，来点名啊！阿选平安，第色素平安，阿心平安，阿苏平安，Ruby 平安。有咧上课，小等要考试的哦，爱专心哈。毋过，凡说你考试考了，我凡说嘛，迄间关啊，嘛无一定吼，为着要互你专心上课吼。好啦，无代志啦。其实冠生甲阿苏共款吼，就是我今日早顿有食较济啦，所以我其实中昼顿嘛无食介济。月兔，对月兔，我就是因为天花送我即个鱼啊，我真正感觉足古锥，我就想讲，我就继续甲伫个，古锥呢古锥，阿选无食早顿，我做学生仔的时阵，就是逐工上，敢袂当讲是上欢喜的，就是为着我做学生仔的时阵，逐工拢做期待食早顿呢。虽然即摆嘛是共款，对，我感觉就是食早顿才会感觉有气力开始读册，因为无就是我逐摆读册，其实拢感觉足读咧都会足枵啦，所以我一定爱食好饱，才会想要开始读册。所以其实虽然我嘛毋是讲介枵食毋过。其实我倒仔顶定有足侪无共的四修啊，就是读册读较忝嘛，都食一喙食一包安尼，所以其实我嘛是无营养的物件嘛是食介济。好啦，算辛苦啊就是第4节上迄个数学。透早有体育课，所以较食袂好。好啦，安尼。嘛对，袂要紧，上无你中昼顿有食好饱，安尼较有法度考试啦。大家可能有看到迄个 Nightbot 即马开始咧用 Nightbot 的即个功能来看，无就是用看卖就对啊。好啦，今仔日原底的目标是要来参大家做伙学安怎算即个 Pokemon 的即个牌仔算好，安尼咱小等就来做阵来算看卖。我的手机啊，毋知影是安怎，甲伊听做，我咧甲伊叫我甲等较远咧。机器人平安 ，Nightbot 平安，Nightbot 初见平安。算辛苦啊。祝福你小等数学考试顺心，祝福你小等有读到的，考出来拢有读到，读袂晓的拢无设计写到，就安尼，甲你祝福，好啦，好，安尼咱会使来做阵，看安怎算啊。就心按顿要食啥？我毋知，无 Nightbot 无即个功能，好无？阿酸加油！你可能有需要。累啦平安，累啦食饱未？对，今日要来算即个 Pokemon 的牌仔算 ，Pokemon 介古锥就想讲来算看卖。安尼，咱会使开始啊！伊的迄个界面就是无迄个，当然无台文，嘛无中文，所以就敢若会使选英文安尼。Nightbot 无 Siri 的功能毋过大家若是有需要大家若真正有需要会使甲冠上当做 Siri 毋过我会看是啥物人甲我问的问题敢有影响，敢有重要，才来决定要安怎回答。所以比如讲，律心叫我讲一个笑话互伊听，无问题即个笑话叫做
全台湾上敖讲笑过的人吼，都是陈律心。好，大家会使笑啊！嘿，冠生，互你钱无可能，你搁想看卖？嘿，请大家互我钱。好，无啦。基基暗暗，毋是暗暗，即摆毋是暗时呢。基基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毋知影基基敢食饱？安尼咱哪开讲吼，哪来算即个 Pokemon 吼？大家拢惯是讲暗暗啊哇，阿酸比你啦，佮较早困。你讲的早困是？是嘞，我今仔日迄个，唔知影是安怎，哪怪怪好，讲到倒位啊？你讲的早困是倒一种？敢是迄个透早才困，或者早困？嘛有即种讲法吼？对，我会注意身体啦，对。逐摆迄个，大家提醒我爱啉水吼，我拢有念伊啉水啦。叫我加休困，我拢有念伊去休困。歹势，互大家烦恼啊！4点半安尼甲结香港的5点差不多，可怜，毋是可怜。我哪会安尼讲我的心情？无，就是辛苦啊。歹势吼，平常时啊，甲律心讲话较歹吼，惯势啊，所以向。我都改过来。阿姐，阿姐中昼平安，结婚中昼平安。我知啦，我知影啉水毋是啉。就是你讲，毋是啉全糖饮料。好，我知饮料甲水无共吼，就是啉咖啡甲茶，其实嘛是我都取代迄个水的效果吼，所以对我知，我会啉水。我安尼，互大家替我烦恼，我会歹势。好啦，来讲即个 EV 吼 ，EV， 讲安怎 ？Let's take a look at a Pokemon card。好，我会使看较详细啊，原来是安尼，看较斟酌。我知，毋是全糖啉起来就是水吼，毋过甲水无共，所以咱啉水就好，无需要去啉迄个毋是全糖的饮料，好无？卡哇伊索的我着啊，我有听过即个，我有听过即句，什么意思？可怜的意思对无？敢是可怜的意思？我无确定。有请迄个雷拉先生，嘛会使倒回答。即摆写啥？写讲伊有伊的名嘛，有伊的名，有伊的图，伊个有一个 HP 应该就是伊的迄个血量啦，咱讲的血量所以就是伊若是受到超过50点的伤害，伊应该就倒啊，就甲大家讲再会啊。伊个有啥物？伊个有无共款的攻击的方式即摆看起来有2招一招叫做 Smash Kick 甲人斩啦用斩的，另外一个叫做 Tail Whip 用尾溜甲人攻，应该是安尼。咱来看下卖，刷落来咱按创啥？Choose a Pokemon to be your active Pokemon。OK。所以我会甲伊放伫倒顶，安尼我会对手嘛会放一张到倒顶。好 ，Each player starts their turn by drawing a card。kick， 甲人砸 ，OK， 甲人踢。即只啥物？鸟鼠。名或者啥或者鸟鼠，我来看迄个我的手机啊，我偷甲手机等伤远啊。我想讲，今仔日我若是毋知影大家安怎翻译，我就查迄个爱台语，我就查爱台语，
伊顶悬有整理迄个足侪 Pokemon 的代志的名，所以我原底想讲我用手机随时来查，也毋过我偷偷甲手机等做远我来 Q 一个，大家歹势。好，安尼 Q 有，好，来看，大家拢安怎翻？哒，好，哦，胶皮厝哦，胶皮厝，对，伊是胶仔色，有影。咱来看爱台机到底是安怎翻？对呢，真正是胶皮厝。哦，嘛有人甲翻做幼气吼，有人甲翻做幼气。毋过幼气可能会甲别个词吼，可能会难做伙吼，所以咱我较介意胶皮厝，咱就甲伊叫胶皮厝。咱来看嘛。伊讲，逐回合开始的时阵，咱会抽一张牌啊，刷来咧。Now it's your turn。哦，我抽到一个，这叫做能量的牌啊。我会使甲能量搭伫伊的身躯顶，哦，好，头一个开始的人。伫伊个回合，伊袂使攻击，毋过因为头拄是对方先开始的，所以我会使攻击。OK， 所以我即摆会使用头一步，我会使用头一招。OK， 好，所以伊即个招数的名边啊，这应该是伊会使造成偌济伤害所以比如讲，佮着我好，所以我会使佮搭一张能量，好，所以伊头一步，伊头一招会使造成10点的伤害，第二招会使20点安尼，好，安尼我了解啊。好，看起来就是因为我即摆有大两个能量伫伊的身躯顶，所以我就会使用第二招。energy 是啥？伊个日语的名 energy 是 energy 原来是能量。OK， 小等头拄对方安怎？伊佫出一张新的 Pokemon， 我抽到道具的牌啊，伊会使治疗30点，安尼我做需要的，甲伊补回安尼，刷来，甲伊讲，好，伊敢若有40点的血量吼，伊即马掉伤超过40点吼，所以再会啊。我头前的死去后壁佫无，我就输啊。安尼我可能需要赶紧抽到一个新的对无？好，毋是 Pokemon， 好，我紧安尼我若是甲对方的迄只甲伊讲再会，甲伊处理掉，应该就无即个问题，嘛是会使，伊有即个皮卡丘，皮卡丘，我即马嘛有一只 UV 的 Pokemon 啊，多谢大家。安尼我即马会使创啥？我即马会使继续拍，一直拍甲伊爱白叫母安尼。
Zuki 薬哦，治疗的药啊，我会使考虑铁。Let's make a different play。我会使铁。好，我先用打一张。哦，有，我遮有迄个，敢袂使家己动作？毋知呢，无咱来试看卖好啊。啊，袂使，伊甲我讲叫我一定爱攻击。好，安尼咱只好继续攻击。啊，倒啊 ！Oh no！ Oh no！ 伊比我讲互倒啊，所以伊就得到这个 prize card。OK， 奖励牌啊。我头拄仔甲对方拍倒的时阵，我嘛有得到，我嘛有为遮摕一条奖励。我会使甲伊，哇，这看起来足疼的，一摆就50点，安尼来吼，棒，再会，再会，留啊大声呢，迄个 game 留啊大声，我调整一下。Okay。Good job. My daughter Ella is going to help me teach you some more advanced rules. 哦，好，头拄仔迄个书啊，即摆换伊个查某囝来甲我教示。好，来甲我教示。我赶快用这个 EV， EV， 这只啥？这只古锥呢 ？Jigglypuff， 我唔知以后做啥。我查看卖哦 ，Jigglypuff， 这个名做古锥呢。又好做粉圆啊，粉圆啊，古锥。嘛换做粉鸡龟，大家较介意倒一个。嘛有叫大箍丁，好，我感觉大箍丁袂歹，我就叫伊大箍丁好啊。对，粉圆啊，粉色圆圆安尼，粉红啊色圆圆。也当唱啥 ？Flip a coin until you get tails。哦。也使一直练迄个，也使一直练迄个音角啊，会使一直练音角啊，练甲出现迄个，叫做啥？出现 tails 为止。就是西洋人讲迄个练音角的时阵会讲 head 甲 tail， 甲咱迄个盘杯讲迄个看杯笑杯，就是同款是有对应安尼。所以就是练出规个 heads 都偌济伤害。倒边去了解。头拄仔迄个。头拄仔迄个汉字的，毋是汉字好，无要紧即摆这新的司机区，无キズクスリ，了解，所以就是治疗受伤的药仔的意思。咱看卖对方，对，对方会使练音角无要紧咱就安尼直直甲伊拍，非得嘛无啥物其他的选择。换，要倒啊，足疼的要倒啊。好，我即马有皮卡丘，煞来打一张吼皮卡丘，咱会使摕，袂使，佫袂使摕啊，无要紧。安尼后回合的啊，后回合就要再回啊。进化。可以使进化，我嘛会使，进化后再啥 ？Wigglytuff，
或者白豆，白豆鸡龟，还是白豆圆啊？哦，嘛有人翻这头拄甲叫做大箍丁嘛，嘛有人甲即只吼进化了后做大箍箍丁，是佫较大箍的意思。我感觉白豆圆啊，正古水我就做凊彩叫。咱的皮卡丘嘛会使进化，无咱甲进化看卖，咱看卖，伊的迄个招式会无共嘿，火牛嘛无共，咱甲进化看卖，咱个大地，大地一个能量，咱就会使用即招 ，OK。差不多要再回啊！当时有这只，这只叫做啥？这只叫做 sand shrew。我头拄查伊讲迄个皮卡丘吼。进化了，变做迄个啥雷公尾，甲翻做雷公尾。即只互人翻做拉力器，对啦，伊是生了有成迄个拉力啊，有成拉力，所以甲翻做拉力器。无要紧，回伫咱 Now that you know how to retreat, you are ready to play on your own。好，安尼互咱家己算啊，总算是会使家己决定要创啥。安尼咱互有第三招通好用。哇！安尼伊拍一棍就80点，水。哈哈哈！一棍一个，一棍一只，变做一棍超人安尼。好啦，无，会使创啥？伊袂使创啥。打唔对，无要紧，飞碟，飞碟要讲在对手，所以即马咱有这几个对手 ，OK， 继续。叫做 Kelvin， 甲大家讲再会，无遮凶。知影倒一只较适合？好，无就即只好啊。好，伊会使做 UV。伊现在会使打两个 ？Reveal the top card of your 甲你摆底头一张牌啊，等互别人看。伊若是迄张，若是一个能量基本的能量牌啊，就会使直接甲打去你一只 Pokemon 身躯顶。原来是安尼。这就是道具的厉害的对。哇！就心你讲了足有道理的呢，若毋是赢，就是输，多谢哦。你无讲，我可能也毋知影。多谢陈小姐。咱来看对面在创啥？对面 Shell Shield。若阵伊伫啥？伊伫后壁休困的时阵吼，伊伫后壁休困的时阵袂受到伤害。伊另外一招就是甲人拍安尼尔，好会使知影。面乌，面小可乌，毋过袂要紧。OK。听。
对方即招嘛是爱练银角角哦，啊毋过，嘿，若毋是10点，就是30点吼。咱即摆较衰，我紧咱看觅吼，咱即只嘛会使出，啊，我会使甲治疗30点，好，甲伊补好满吼，啊，刷来咧，伊敢若遐甲人毒，好，安尼，咱也是赶紧互咱有第3招会使用好啊。爱咱继续甲拍，伊会进化，对面的进化呢？对面的进化，哦，鸟仔会进化啊！一开始敢若会晓甲人毒啊，了后会使进化，会变做个较厉害的对。无要紧，回伫我先甲伊电，哦电火无啊！最近迄个大家讲捌菜鸡嘛一个做财政的 YouTuber 哦，伊进前伫迄个红白迄个叫做啥？红白迄个表演大会吼，伊嘛有唱一条《电火王》，大家有机会会使去听。好，咱看觅 Switch your active Pokemon with one of your 就免摕就会使教我意思。无要紧，咱即马吼一群一只吼，甲电落就对啊！哇！甲陈如心讲的同款呢。若阵毋是赢就是输，哇有影呢！陈如心当时才巧，哇！安尼我足有信心哦。咱小等即场，若准无输，就一定会赢，好无？我到底咧讲啥？好，咱赶快先用皮卡丘好啊！伊袂使出应该就是因为伊是头拄迄只爱进化。OK， 好，你做巧好，多谢。伊会使强迫我。交换我的 Pokemon， 好，这会使创啥 ？Discard a card from your hand。我献上一张牌啊，我会使看我的牌底上顶悬的8张牌啊，刷来咧。凊彩拣一张，安尼袂歹，安尼我看觅。烂糊糊，你上介意烂糊糊？好，我嘛感觉这足适合你，就是。你休困的时阵大家拢会使 cosplay 这个烂糊糊。大家休困的时阵会使甲家己包伫迄个棉被内底大家都会生安尼，我嘛是共款。无咱就用看觅为8张内底凊彩拣一张。哇！我即马有雷手，还有啥？足拄好诶你啦，即摆嘛是安尼啊。咱来看觅伊进化敢有足厉害。会使拍70点，毋过，迄个雷手就会使拍80呢。而且伊这爱死的能量嘛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选雷手较好。咱就用雷手。好。其他插牌插转去好，来出招甲伊讲落。哇！When a Pokemon is poisoned， 好，伊中毒啊！中毒的 Pokemon 逐回合拢爱。着10点的伤害 ，OK， 这啥？道具，所有这会使直接减少迄个伤害，安尼看起来介厉害。无咱就先进化。你下一集拍袂出去？毋过你即句话。你即句话有迄个呢？你即句话有成功，互我看到，所以毋知影是
出现啊，出现啊！熊熊出现啊！鸟仔进化了，继续甲人毒，嘿，对，无对。哦，为毒一个20点变做毒一个70点，嘛是会使。咱看卖，这伊好啊，伊较有路用。我爱切顶面的开讲色，我有啊，我拢是用迄个呢。哦，就什么你是啥物意思？无啦，讲笑的啦。即摆才创啥？袂当创啥？哇！伊只比对山包啊！有啊，小等会使进化。敢莫甲伊治疗，还是我得见疏不救？甲伊治疗无啥物价值，因为伊嘛无能量嘛。安尼就歹势再会。直接抽3张，介厉害，这条牌。佫进化哦，救命！我需要能量，好啦，无啥物选择。救命！无能量要死啊！好，咱来拼一下，看敢会当。无得。香桃加死。香桃加速。香桃加水咱创啥？伊会使做一摆拍我所有的 Pokemon 呢，就是连迄个咧后壁休困的伊嘛同齐拍，有够凶的。有甲伊迄个，甲伊电互倒啊！现在无能量，有够衰。好，无要紧，继续甲讲。来，咱的奖励是啥？毋是能量。无要紧，后一回合会使直接抽3张。救命！做一摆拍有够恐怖的。好，无要紧，咱先。我毋知啊，我嘛毋知我的能量到底伫倒位。有啊啦，能量有啊，有偌济火，足济。好。Evil Soda， 好，咱来进化，这会使直接甲我的 Pokemon 进化，袂使，无即种物件，找无会使进化的，所以毋免进化，完全就是无彩一张牌啊。好，无要紧，你就先甲伊讲就对。奇怪，我其实应该爱先出头一对。先卖出好啊，早出早死。咱甲上治疗咧，甲伊治疗。刷来抽3张。好，互伊。过来，过抽看卖。抽无，好，无要紧。来讲，雷公会甲你讲，再会。这会使创啥？这会使甲我加，无要紧。我有这啦，我有这灯牌啦，这敢是灯牌？这其实嘛毋是。无要紧，会得咱个会使创啥 ？Each Pokemon in play has no resistance. 伊这牌佫有迄呢，伊佫有这弱点，佫即个抵抗力，所以我可能对某一寡属性的 Pokemon， 较切中。好，会使一直用雷公甲人拍，都舒适啊。
哦，毛可能会有上倍的伤害啊！爱看迄个属性嘛，比如讲若是火的，可能就会惊水安尼呢。Otis，OK，Otis。无咱用这好啊，因为伊小弹就会使进化嘛，伊小弹就会使进化，而且伊的 Electro Ball 比皮卡丘的较大淡薄。哦，倒手柄下骹这就是弱点，所以伊若是受到这个属性的伤害，就会变做2倍安尼。安尼我应该看有啊。好，咱看卖啊。Switch 哦 ，Switch， 即马毋免 Switch， 该大一点好。来，对面会使创啥？哦，10点甲20点尔，好，好，进化，会使甲人电啊。好，互你治疗无要紧。20点啊！哦，我会使选一项哦，马鲁 mine，敢是伊的名？哦，安尼哦，有心爱食，毋是爱食草，我想讲你是牛爱食草，有心较爱草黑哦。我即马刚开始算，所以我要无找到我介意的属性。我会使选一项哦，若无就是抽甲手中有5张牌啊，若无就是若无就是我的伤害增加20点。来，咱看卖，安尼60，若是加20点，伊就连米倒啊。安尼我要用，即个增加伤害。甲伊电落，倒啊！好来啊，定中，这啥？哦，嘛是甲人哦，拍10点，拍20点尔，就安尼毋免伤济。进化了会使创啥？拍人佫较疼呢。咱看卖，敢爱小摕一下，凊彩甲我拍，我就可能就翘去啊。50、60，这嘛袂使用呢。好。咱卖想遐济，来看啥会当进化。哦，地雷丸啊，马鲁 mine 是迄个地雷的英语的对。进化，刷来就是甲伊讲。哦，佮进化啊！救命！哦，有够大只。伊哪会无甲我拍？哦，伊即招爱死的能量，伊是专门拍后壁的呢，专门拍后壁的。Does 40 damage to 2 of your opponent's benched Pokemon。所以我伫头前的迄只袂着伤。哦，安尼我想看卖。我可能较想要保护雷区呢。好，先抽牌好啊。40点，无甲伊挂即个，伊就会使活落去。好，来抽牌，抽着啊！即只
哦，好，我会使找新的Pokemon，凊彩找一只。因为我以前捌算过任何其他的 Pokemon 的 game， 所以我可能唔知影迄个地雷丸伊的迄个招牌是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原来是会使直接爆炸自爆。哦，自爆。啊，毋过，伊无呢？还是伊是要无进化？无要紧，咱先换咱的。换咱的雷手出来，哦，该讲再会。哦，一张奖励。哇哇！啊，袂疼。好，会使治疗好，该治疗。啊，这上，互伊落好啊。好，该讲，水。安尼一直甲人讲的稳赢是。好，对方咧找能量，刷来咧，无代志啊。好，嘿。安尼我会使继续做歹人，哦，做我的一棍枪。好胜，哦，有赢就讲好胜。哦，好，有奖品哦，有奖品。伊红 nerf 啊，对啦，伊可能白亚胜内底无所有的迄个步数啦，可能迄个当然嘛是为着游戏设计一寡顾虑就对。会使创啥？会使抽牌啊！抽牌啊包上欢喜的代志来啊！看抽着先。哦！哒啦 ！OK， 看起来我有抽到一寡袂歹的物件，好，这啥 ？Opponent single strike, rapid strike, and fusion strike。好，我完全唔知影这啥物物件。飞碟看起来足大只啊，足疼。拍一棍的190啊，毋过爱互家己人着伤 ，OK。Drapion， 哦，机器嘛有耍，律师嘛有耍，恁哪会拢遮捌？用来加回流梦幻，所以是加家己的哦，所以是家己的，互伊加着的时阵会使有啥物？还是加对面的，敢是即个啥物 ？Single strike, rapid strike 还是 fusion strike？ 敢是即个意思？飞碟单枪，看敢会当左摆无 ？Do 200 damage to opposing Pokemon。这我的任务好。今晚在创啥？有3包呢。安尼我较介意大海，安尼我应该选一包。所以今麦是啥物 ？Trainer Challenge 甲我训练。好，安尼我会使来好好训练一下。看起来敢是爱甲遮的人全部拍好倒，嘛介济呢。看今仔日敢有可能甲因全部拢拍好倒啊？咱来试看卖哦。啥物开死啊？啥物意思？伊味会使进化变做水的伊。OK，
拍一棍70点。哦，开始呀，好，多谢，开始呀，好，多谢陈小姐。回伫咱的，想看卖哦。互伊伫头前好啊。这两只伫后壁。咱开始。基为旧年初开始算实体牌啊。哦，对，我知影即马做者牌仔店拢有咧杀即个，敢是旧年开始杀，还是前年开始杀？袂记即啦，就是，好，多谢提醒，我知影我爱大能量。这个名有够过分。哦，沙西米鱼的意思。我会使直接找一张，哦，厉害呢！直接找一张 trainer card。咱看下，大家迄个功能是啥？拢还毋知呢。啊，无凊彩镜。咱看功能。哦，直接找一个水系 Pokemon。找看卖，这敢是哦？这是会使为即只进化的意思。无咱即马先打一个能量，甲人讲一个。算到 Tag Team 都无算啊 ，Tag Team 是啥？牌仔下咧个名呢？Repeat ball， 定复球是啥？哦，找即马伫家己的阵型内底有诶，好了解。Flip a coin， 我想看卖哦，伊先进化，伊。后一回合会使甲我拍，好10点，即马有10点，我小等的进化比70点，所以佫差10点，安尼咱得用较稳定的一招好。哦，规则愈来愈困难。哦，两只斗做伙，听起来袂歹，真酷。咱先进化。刷来，可以有一招通用70点，再回一棍。两只斗做伙，安尼感觉，迄个图应该会使用甲做好看。哦，伊爱等足久吼，安尼咱趁伊要无法度出招的时阵，甲伊拍好死。Search your deck for a card， 找一个会使进化的。直接进化了后咧，无吼，佢哋就是直接进化了解。毋过无即种物件，好，浪费无彩，凊彩打一个，咱家己喷水。Tag Team 做者做高水的牌，了解。我相信，这敢袂使讲。我相信一定嘛有足侪人介意看迄个无共 Pokemon 之间的迄个 CP 吼，所以可能嘛会使服务着遮的人。好来，这啥？哦，这只嘛是介出名哦，伊甲我加好无代志。咱看卖，爱打倒一只。服务着五星是安怎？五星敢有介意 Pokemon？我无听过伊讲 Pokemon。甲伊讲，哈哈。刷来，会使安怎？会使看头一张，若准无介意，会使插牌。
咱继续甲拍哦。对，我要拍。好，继续甲我加。哦，佫会当动，佫会当动的呢。我想看卖哦。先打。这嘛，可以先出牌了。好，差一只，搁抬一只的赢，应该会使啦。这啥 ？Discard an energy attached to your opponent's. 有够讨厌的。直接。又90点，安尼无一棍，我倒一棍。我紧，我倒一棍，咱倒2棍。哦，来，再赢。哦哟，我新的牌啊，就对。大指，伊喙齿有够大条有影。佫有新的牌仔包。You've completed your first daily challenge。逐摆拢有一个新的 daily challenge，OK。逐摆拢有一个新的迄个任务。咱是毋是其实会使甲人相拍 ？Collection。Deck Manager。咱会使家己组牌啊。好。I 记得记录就对，好，咱看卖，这啥 ？Articuno Find Eyes 会使找能量。毋过选项有了伤济，雄毋知影要安怎算，救命！无啊，我敢有其他的牌组？牌组。我即摆干那一组尔。好，咱继续算头拄仔迄 challenge 好啊。咱要位倒位？位遮。好，咱继续。Hello， 林冠星。伊哪会知影我名？无啦，我有拍。好，咱我知，即只叫做戆呆鸭，这个名有够好食。好，先互伊做头一个，这2只甲放落。好，咱来。火蟹。也会使直接破坏。敢若会使破坏草的能量。安尼无代志，无我的代志。古水呢？这啥？香桃胶啊？找看卖，我应该较需要这只。无，我即马无 EV 嘛，即马无 EV。会使找这只就会使为进化。有啥物 ？If this Pokemon was healed during this turn， 若准这回合又受到治疗，伊一棍就会使拍80点。Healing Scarf。加80点，所以是90点。这张是啥？见摆你打一张能量去迄只 Pokemon 的时阵，伊就会治疗20点。
所以我其实就是应该爱甲即张打互伊对无？安尼小等我就会使一直治疗，一直爽。哎，阿酸转来啊！阿酸平安，我即马咧用水拍火，两滴袂响，两滴袂响。啊，袂响你敢有药？袂响爱药呢？有药有机会呢，对无？有药就有机会。哈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哦，你讲绿心呢？甲迄一切看起来烂糊糊的 Pokemon， 无啊，因为绿心就是一个计算要安怎摇？计算，若是迄个有诶可降吼，有诶可降有迄个有凹空，互你会使，要安怎讲？对，上无爱计较吼。啊，有诶迄个计算，伊是有漏空，啊，你就是写答案的时阵，敢若需要写伫迄个空内底，啊，毋免过程的迄种，毋免过程的迄种，你就会使乌白摇，吼，上无写一个0，写一个1，写一个啥物系拢会使，或者就是毋通放弃，有摇就有机会安尼。哦，你来看过程安尼就无救啊，安尼无救啊，安尼无法度。安尼袂响就是无法度，当做咧算1A 2B，好啦，安尼无法度。好，我紧你敢若两题袂响，所以你要有足侪题的机会。敢若一摆机会1A 2B，哦，安尼嘛对，伊拢无甲我拍呢，是咧创啥啦？啥拢无甲我拍，我就想要换一只呢。无，我会使考虑铁会使，铁嘛会使。拍一棍偌济，30尔。好啦，铁。来，你来。再回。这伊的弱点，所以两杯。哇，总共10题，安尼你的两题题，安尼的啊，要有80分啦！你上悬要有80分对无？无代志。看后一只啊，找一只。那阵别个拢对。你爱相信家己啊，我嘛相信你啊。一定无问题啊！我其实毋免即马治疗吼，毋过无要紧，拍枪足大，就是快乐，就是爽吼。所以袂要紧。即马无欠力量啦。哇！一棍90。好。毋过伊敢若有90点，所以我需要拍超过45就会使。45，上有法度。啊好，拢无法度。好，你先来。弱点，弱点。这我知影。来。哇！伊等下个。毋敢切线，着迄我已经袂晓啊，我已经袂记得啦。Super Potion，是的。阿明平安，中昼敢食饱？我会使铁嘛，无啥物意义吼。铁无啥物意义。无想打互伊。asleep 是安怎？困去。
啊，啥物时阵会精神？哦，好，毋免精神，为着死啊！概念毋是做困难，毋过计算麻烦。即种诶，就是会做开时间诶，即种咧写诶时阵，就感觉佫无啊，无安尼打一个能量，抽一张牌，看会使抽着啥。好，即马有EV会使用。一棍一只，救命！有只糜啊！我头拄仔还无看大家推特，所以我可能还毋知影。辛苦啊！上大火。这摆应该是，这局应该是差不多无救啊！看会使安怎拖啊？嘛有食药啊？安尼真好，无爽快就爱踮面看医生。刘心你阁想创咩？刘心莫安尼，莫黑白甲人教好无？嘛莫黑白甲人教吼，拢袂使。我即马先打一个能量，会当创啥？顶抽剩几张奖励牌啊，就会使抽几张，所以我其实会使互对手诶手牌变做剩一张。哇，速死，真速死！安尼应该一棍一只。是毋是袂使安尼黑白加呢？剩最后一只机会，对呢。20点好，伊无能量。剩最后一只，安尼我爱互伊有踢的机会。好，刷来。一只。破病就是爱食错冰，我的信众朋友哪会拢安尼？哪会拢安尼甲人黑白教，有够恐怖好，有救啊！对，先来拍，应该是免摕。人无爽快就是爱恁遮的人是安怎？恁遮的人是拢想要甲人害啊！连我破病的时阵，拢知影爱啉烧滚水呢。免踢的意思。好啦，上尾嘛是有赢。感谢咱这个水意味的付出。刷来 Kelvin， 佫是你。我会记得头拄仔有看到 Kelvin。长辈都会使敢会使？长辈都会使安尼食？我哪毋捌听过？有人讲破病的时阵真正会使食错冰的。我看卖倒一只咧？伊敢若30点的火牛呢，无细字就死啊！一只好凊彩。长辈都爱食冰淇淋，敢有影？我有听过，其实我嘛有听过有一种讲法是讲迄个叫做啥？是讲迄个若后发炎的时阵，其实会使食冰的，伊就变做是互你消炎。毋过我毋知影这敢有正确，就是我有听过这种讲法，真趣味。做想要破病伫厝里困，破病做艰苦，莫安尼黑白下我讲想要破病。Search your OK， 找一张 trainer card。无咱得找啥物咧？奇怪，会使进化诶，敢有会使进化诶？无咱得家己为遮敲一张。敢若长病毒会使食冰诶？底层食啥较好？我毋知。
我无我无我无得过痔疮。哦对啦，无机会通困，真正是足痛苦的。无困真正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。这看起来足厉害呢，伊血有够高。无咱就有请吼，请一只。你在创啥？哦，厉害！我有介意一只。你考了，敢有机会通好好困一下啊？就是其实困眠对咱的头脑是足重要。哦，对，我知影，就是听讲你昨无啥咧困吼，应该是咧拼读册对无？拼今仔日考试。拉普拉斯，对，伊即个能力看起来够厉害呢。伊头一招会使直接找一张 trainer card 训练家牌啊，伊迄个攻击嘛袂讲无路用，而且伊个血量嘛算介高呢，所以应该爱好好甲伊培养。咱过来找看卖，会使找啥物？咱较欠啥？咱较欠，毋知加决能量好啊。直接找两张能量。哦，原来是咧赶作业。敢是有咧写做者报告？我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定定看到你咧记有做者报告爱写。爱写的物件，爱学的物件，一大堆一拖拉库。安尼做期待歇寒的时阵，你会使好好歇困。学期嘛，其实嘛要结束嘛，所以先来选啊，好，结婚做你去无用。足感谢你来甲我看，我较有伴呢。好，会使一棍一只，一棍一只。迄种咧，力量，换一只 Heart Wing， 听起来足够注意 Heart Wing。伊会使互人抽袂着牌啊呢，凶！伊家己个会使抽牌，伊会使拍20点个抽牌，无要紧，一棍伊就无啊。咱一棍甲拍倒，再会。基本的习作，迄种麻烦的。高中嘛有习作吼，因为我会记得有诶高中无，其实我嘛是做无介意写迄种诶，就是对啦，毋过大家老师算分的迄个因算分看的物件无共嘛，有诶就是介意伫一个学期内底考足济，较安怎讲，考足济无共诶小考，迄嘛是真麻烦。有诶就是爱看习作，拢有50，安尼一棍伊就倒啊。倒啊，我就赢。Kevin 在。香桃胶会使进化。继续拍。好，阿明嘛是辛苦啊，暗时有要联动，毋通放本鸟所以判白个爱联动，辛苦啊。我看暗时我若暗时有机会嘛来甲你看。安尼赶紧去休困，阿边赶紧去休困。伊毋是叫做习作，毋过甲习作概念相共。
哎呀，我先看一只，讲对方无十足句安尼，进前毋是有啥物火车句？嘿，哦，头拄仔伊手中无迄个会使用的 Pokemon， 所以伊就顶抽。好，哦，顶抽我会使选择敢爱抽一张牌啊，会使抽一张。EV 会使拍10点，啊，我会使创啥？我会使拍20点，啊，家己食10点。这会使创啥？哦，对方逐个休困的，对方每一个休困的 Pokemon 会使互我抽一张。啊，我无法度出牌。模拟课，敢真正有这种物件？哪像有吼，哪像有的老师会有迄个，甲迄个模拟课模拟一下，嘛是有。我会使，我安尼敢若会使抽一张呢？安尼无啥物价值。我想看卖哦。这10点是拍的。我拍伊3摆，我甲伊拍3摆，我才会甲伊拍倒，啊伊会使甲我，等下拍3摆，我会扣30点，安尼我剩20点。1、2、3、4，第色素中岛平安食饱未？好，咱看卖。好啦，无打互伊好。哇，五星。中岛平安，就心中岛平安，啊我咧，奇怪，这毋是我的代。好啦，无啦，讲笑啦。我知影你来嘛足欢喜吼。好来，甲伊拍。后壁即只人创啥 ？OK， 有性别呢？即只哪有性别？别只无呢？伊迄个性别敢有啥物意义？奇怪，有性别。是安怎有性别？敢是有啥物其他奇怪的规则是我毋知，啊是迄图无共款尔。性别敢无要紧 ？EV 我有 EV， 哦，讲的是蓝色的。我的能量咧。互伊，名无共哦，敢若名无共。补习班有模拟课，原来是安尼。搁一棍，我会使搁挡伊一棍，对会使。毋过安尼咱就是当规矩进呢，对无？我应该是先拍伊20点，我家己搁扣10点安尼。敢是安尼？应该是安尼。应该是安尼。咱后一只，大好以后，安尼应该是做伙死，对，做伙死。OK。安尼我嘛摕一张奖咧，会情会。OK， 大家拢爱安尼算就对啊，大家拢介意安尼算。会使拍我20点。我会使拍伊，若准运气好，就有30点。我想讲，我原底想讲，伊后壁拢无休困的 Pokemon， 我就拍倒2只我就赢。毋过即摆看起来，毋是安尼。我紧，我想看卖 search my deck for， 我即摆足惊，因为头拄仔毋知影是安怎，我都进化。安尼应该会使啦，安尼应该找有啊。有，我有水 EV，毋过我搁需要一个能量。有，这会使去无一回合敢若会使，出一张资源者嘛，所以我爱用。好啦，我是用这张好啊，互伊进化。
刷来咧。Put 无，我需要能量，所以我袂使出一招。我来感觉出唔对啊，奇怪。无要紧，我可能需要一寡治疗就对。好，有能量。佮有分考试，佮有分公益的甲结义的哦。安尼我做好嘿，你是安怎分的 ？Draw a card for each of your。安尼我会使抽3张，好，抽3张。毋过我都治疗好，无要紧。甲呛水，呛互伊倒。摕种咧。差不多逐工考试，对啦，嘛是有迄种，即马高中小考应该拢是逐工拢有考。即马的高中生应该是有比以前更较辛苦哦。对，拢无啥物路用呢。平时课嘛有算分数是，应该有哦。我会使创啥？我会使一棍互伊倒。互伊好。数学的安尼哦，逐工考一寡小题目。毋过数学，敢有啥物小题目？有诶嘛爱算足久。我可会使当一棍尔。后壁看伊敢有能量吼，若有我就带咧等啦。我看卖，我欠一个。你怎无咧听？耳筒无电，好，无。安尼我甲你回嘛无意义吼。OK。虽然有算分，但是因为考足侪摆，所以是恁老师敢会伫迄个学期档开始的时阵，就是有会伫学期档开始的时阵，甲你宣布讲，伊规个学期会创啥物代志，考啥物会写啥物，会使算足侪分，有诶是安尼咧，所以你可能即马就会使。预测讲你，预测讲你，搁欠偌济分，就会使通过。虽然有时预测嘛是加艰苦尔，我哪会安尼讲话？甲伊治疗，应该就懂的。对啦，要起尾应该嘛是，会使做的代志，可能嘛无介济啊。是无法度，我嘛敢若会使甲你保庇，我嘛无法度代替你。不过我会尽量你伫互电话声听到，敢是伤大声，我甲用较细声好啊，歹势。奇怪，你毋是咧学校？你挂耳筒啊？敢是挂耳筒？后壁还有足济呢，这是爱拍偌久？这用电呢？我这水下敢会互伊滴啊？奇叫，毋知吼，试看卖吼。敢有较细声？还是我搁调搁较细声？像安尼好啊？安尼应该会较。对，我就想讲，奇怪，你毋是咧上课？你是安怎无？你是安怎？对，你应该无法度放出来。无怪你会惊着。毋是吼，你咧上课，你是安怎？你会使波动吼，你会使波动，莫看去上课。救命！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毋是无要紧，嘛袂当安尼讲，迄啲就是你有来看，我有欢喜啊，毋过，你开会安尼无代志，迄通常拢无介重要，安尼无代志。毋知影大家迄个办会的时阵拢咧创啥？
我知影有做这人班会的时阵，拢读家己的册啦，拢无咧甲人管啊。安尼嘛袂歹吼。听讲你要期末啊？好啦，无要紧。啊，你都毋免阁波动哦。你转去厝呢，就会使，就会使，就会使，哦，就会使专心读册。安尼嘛袂歹。凊彩拣一只，伊过水我就甲伊叫。请，刷来进化，这进化会当创啥？毋知。咱继续，咱用这只好啊。进化，帮会若是爱做代志，就袂当读册伊的手机啊，安尼嘛要手机。对，我知有诶，迄个大家老师诶，迄个要求无共款啊。感觉你无要紧，班诶代志，伊敢是？哦，伊无惊电呢。伊的弱点是草，伊无咧惊电的。哦，安尼无代志，安尼无代志。咱就一群一只吼。60点。伊会使家己找能量，袂歹。啊，毋过袂要紧，我会使治疗，变一群超人啊，一群超人就是安尼。对，有的老师做要义，就是有的老师会做要紧，你敢有咧参与迄个班的代志？啊，毋过其实，迄嘛无一定介重要。我敢袂当讲即个话。看嘛，伊嘛袂当摕摕哦，伊嘛袂当摕摕，抽3张，互你抽。这啥？有够大声的呢，哪会遮大声？你的 Pokemon 互拍倒的时阵，互对方拍倒的时阵，我会使甲一个能量打伫后壁休困的。好，头拄发生啥物代志？现在伊，这就是迄个呢，头拄仔讲的迄个啦，迄个地雷丸的迄个招牌的招数啦，主崩有啦，有主崩啊，有主崩，就是即招，第2招，大家做伙扣60点啦，啊，有，好，伊进化变即只。You may move all energy from this Pokemon to your. Wow. 伊的第2招嘛足强的呢，拍70点了，会使家己身躯顶的能量凊彩分配。哇，这算好白数，是安怎？爱算好？无说字会家己死去。了解。我即摆会当创啥？该治疗伊就会使啊，拍毋着。该治疗伊就会使拍90点后一回合袂死呢，无我就换一只，互伊抬好啊。无是安怎？无啊，伊嘛无能量呢。毋过伊若是有，伊就会使连金角角。安尼我反射会死，好无要紧。改变，莫想遐济。进化死啊！无算好啊，无说字打毋着哦。好，无要紧，伊会使抽牌，伊会使一摆抽2张嘛，是介厉害啦。伊拍一棍拍一棍偌济毋知。好，安尼先打一个互伊。咱抽2张，
抽抽，好，敢若会使安尼，救命！哦好，20点尔。哦，伊个弱点是电啊。想怎爱控制啊？好啦，无咱就打互伊啦，啊，继续抽啊！诶、这看起来较厉害呢，厉害的胜出啊！这会使进化好，我先打互伊，伊的血嘛有够，安尼我要创啥？先来进化好啊！来，这毋是进化，这张毋是咧进化这张是跳啊！我互对方抽搁较济，哦 no， 哦 no， 我开始毋知影咧创啥啦。好啦，无我嘛会使先踢踢，因为伊的弱点是电嘛，安尼伊会死搁较凄惨，所以咱先踢踢好啊。先踢，啊伊会使敲出搁较济能量，就安尼，敢若会使安尼啊。伊的弱点毋是电，好加载。看伊表演吼，看伊表演。啥物有做累啦出现啊？敢有成？敢是迄只？你是讲倒一只成累啦？倒一只？敢是头拄仔找迄只？伊大招看起来足厉害，所以咱会使。哦，伊嘛会讲 oh no，OK， 无，其实我是恁大家，其实我嘛是恁三个中之人啦。哎呀，互你发现啊 ！Oh no， 嘛是会使，嘛是会使。疼，20点 ，Oh no！ 继续找能量，抽好了，抽好了。哇，全部的水能量拢伫我的手中啊！一棍100，一棍100，应该大部分的拢会使解决。有啊，咱会使过来做一棍超人啊！好，你先进化吼，来进化。好，刷来，一棍100，bang！一个中之人4种的声音吼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哇，一棍60好，对无？一棍60，哦，60也是90，拢有可能。安尼伊可能无后回合吧？咱看卖吼，好，无咱互伊搁较有机会。对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你是伊，伊是我。伊是伊，伊是我是伊，伊是你。大家拢毋知影家己是啥啊？这一棍10点安尼搁活落来啊！好，安尼真有机会。我紧你豆豆拍哦。捡一个治疗，敢有？治疗无？毋过。治疗毋过这治疗好，伊治疗好伊就无能量啊。这敢卖用？我想看卖。好，我知。先治疗，互伊摕，先摕，搁大能量互伊，摕了。换伊来甲人拍，敢若40点啊！运气无好啊，运气无好。无要紧，对方的运气嘛无介好，安尼无代志。对，面乌啦，面乌。有啊，
啊无赶快40点啊，无要紧有够就好。哎，后一点，搁是能量，无要紧。来，10点尔无代志。哎，有代志是6点。哎，无啦，应该无后一回合吧？哎，来看吼，面受偌乌，哦，就是遮尔啊乌，大家敢有看到？哎，差一点啊呢。哦好，无代志，对方的面嘛介乌，哦安尼好，好啦，安尼会使啊啦。咱有可能拍0点呢，所以咱也是踢踢，哦，咱嘛是爱踢踢。啊，换伊甲人拍100点，好，会使，好啦，水。哦，这就是大海的力量吼，大家敢有看到？好，咱来后一个。伊这7分5，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？毋知影赢7个人会有啥物其他的奖励，还是啥物货？我留下期待吼。咱小等来看觅。哇，敢若有一只，无要紧。这啥 ？Double scratch。OK，会使拍。或者有几个 head， 就有几个，就会拍几摆。咱想看觅哦，咱先找一只，看会当找着。这只我介意这只。好，刷来咱过来敲找一只水蟹，我嘛介意这只，这两只我拢介意。敢莫互伊摕？应该毋免。安尼，这两只拢想出来。啊，这只搭一个互伊。好 ，maintenance。哈？为抽中插2张转去，抽1张，这敢会好？我来感觉无啥会好，好无要紧，尊重逐个人的迄个。我想看觅哦。Mercury 平安，中昼敢有食饱？欢迎你来。我看觅，我用这敢是进化的？这毋是。看你的需要，无我摕我能量好啊。无我应该找迄个水异味吼，无这异味，无啥物路用，好无要紧。我先摕，我先互伊，哦，嘛对，我先互伊摕2张能量，互伊找搁较济能量，看安尼敢好。有够乌，面有够乌，哈哈！来继续吹。哇，有够济！哇，直接达成迄个能量自由有无？运气无介哦，我够 resistance 哦，趁着啊！继续吹，全部拢我的，哈哈！水，能量自由啊！袂记你打能量啊！到底咧创啥？救命！哇！要无甲你的同学的名甲面甲号码记起来哦？安尼嘛算是真厉害呢。对，安尼真正毋知影咧投互啥人。哦，无要紧，若是无投，应该嘛无要紧对无？你若是感觉你真正无适合做即个选择，其实嘛会使卖投，嘛应该嘛袂要紧，应该嘛袂当甲你骂啊是安怎？对，我甲对手的迄个
运气拢无介好，啊，毋过无要紧，安尼足公平的对无？我见我即摆有1拳100，嘿，来看你会使安怎？你会使甲人拍，你会使安怎？你嘛会使甲人拍，嘿，哦，抽7张，抽遮济，哇，30张，哎，resistance， 无着伤，趁着，这啥？这啥？诶，拢无介需要，好。对啊，某一方面来讲是公平无毋对，可能嘛无介熟悉。我紧啦，就是正常啦。伫高中的，我感觉就是为国校啊到国中到高中是，大家是愈来愈互相无熟悉。对对对，嘛亲像 Mercury 讲的啊，毕业了后，你真有可能嘛会甲大部分的人拢袂记了，所以其实都无要紧。啊，无互人提名嘛，无一定是歹代志，就是迄个或者啥。无，互选调搁爱加做代志，所以，无互提名嘛袂歹啊，对无？是要选啥？可能是啥物班长，还是啥物模范生，还是啥？嘿，一拳一只，水。干部各种的干部嘛，袂记得出一只，好想出一个90点，安尼轻轻松松吼，一拳一只，再会。差不多要结束啊！爸爸，对啊，加做加忝的哈。嫌甲老烂。好，上尾一棍。哦，佫有新的牌啊，赞！咱佫赢一摆，就会使为迄个7分6变做7分7，毋知到底有啥物奖励，做期待。My turn， 我的 no turn， 哇，看到一只，会使找进化的好 ，Valley 会使找进化的，找一粒水系 Pokemon。我上介意即只，就是伊。出一只，哦，这是换对面的，毋是换家己的。好，先互伊一个能量，安尼的摕爱食一粒，好，安尼换人。Flip 2 coins。哦，这个人拍会听呢。好，互伊进化。互伊进化其实嘛无啥物意义嘛。无要紧，凊彩算。换送咧，换看觅，换即只。哈哈，拖伊的时间。好啊，敢若会使定抽啊。好，有能量啊。安尼我先出意味，互伊摕换你来，好啊，换伊来的来找能量，1、2、3张。
这啥 ？Play this card as is， 会使假做家己是一只 Pokemon 啊。哦，什么会？或者就是一个机械会当假做是 Pokemon， 想要弹掉的时阵会使弹掉。呵，有30点的火牛。OK。伊小蛋会使进化做这。哦，看起来足侪招。好，小蛋先来看，咱先大能量，继续找能量，进两三。哦，要是我等下叽叽叫。好，先进化，进化了。哦，继续治疗，这嘛互伊好啊，小蛋应该有机会啊。继续找能量。后一回合就会使开始甲人拍。加油啊！拍20点尔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敢若拍20点？哦，对，20点。好，安尼，咱继续找两个。治疗，甲人拍。好，一棍一只，吼，开始一棍一只。好，来，咱会使赶紧啊！哦，系啊，哇！好，上无掉伤，不要紧。哦，好，这只嘛会当出。好，咱会使开始一棍一只，欢喜啊！一棍一只。好，来看会当创啥？哦，好，拍80点，所有咧休困的佫会当。哦，包括家己的咧休困的 Pokemon 甲对方咧休困的 Pokemon 拢会着10点的伤害。好，这可能要较注意。Flip a coin for each。哦，另外一招嘛是，袂歹。Aquatail 看起来使拍足侪伤害出来。咱小蛋来用这招。伊无法度甲属性毋对，无法度甲拍。咱继续。OK。好，伊是伊的弱点是电，好，无要紧。来，即只会甲你对付。而且我会使抽5张，敢会抽伤济？应该袂，抽5张。进化。牌仔伤济啊！无要紧，拍死。好啊，一棍。OK。敢有遮疼？伊顶悬有几个能量，就拍偌济。无怪疼安尼。好，安尼我想看觅打是安怎。有70点。哇！
安尼毋管是请送出来拍拢介危险的。无咱用一只 trainer card， 好，我需要 trainer card。毋知爱出啥物？好，凊彩找。好，凊彩选。我敢会甲牌仔抽好了啊？有可能呢，有可能哦。啊，系啊，抽了就输哦，抽了就输，安尼我爱注意啊。啊，看小蛋敢会当插牌，甲因插转去啊！我嘛无需要遮济能量对无？甲伊插转去应该都有救。对方要存较济，我记得我阁有会使插牌插转去的。好，小蛋来迄个，大姐能量，继续甲讲，阁爱一棍，会要死啊！啊无，后一回合就会死啊！安尼我无法度甲人拍。好，即只。啊无，我知。我阁有一只，我打一个能量，我应该会使免费，对，我会使免费摕，我先摕，请伊出来，甲伊拍。好，安尼一只去。无，伊是70点，毋是60啊！救命！好，无要紧，继续。我到底咧创啥？Oh no！我会使甲一只球转来，我嘛毋知影要甲送球，好，得伊，救命！好啦，安尼啦，一只去，搁抬一只就赢。哦，会使进化，好，会使进化。请你活落来。哦，有机会呢，活落来呢，活落来。伊进化有啥物招？伊进化有迄个啊，对。好，进化，先进化才讲，打互伊。60点，好，我阁会使。哦，会惊，有压力。水，安尼有啊。好啦，安尼有啊。好，加载，差一点啊。哦，赢。这啥物？奇怪的能量，较厉害的能量。所以咧，我是即摆会使摕即副的意思啊？敢是即个意思？好，咱看觅 Deck Manager， 有即副啊。呵 ，Expanded Unlimited。所以伊伫标准的比赛内底袂当用。OK， 我要安怎编辑？我下晡茶食啥物？我今仔日无食下晡茶。我今仔日早顿食较饱啊，我中昼顿都无食遐济。我无食土啊，莫有白讲。我下晡茶，对啊，无搁食啥物呢？就是我中昼有食一个便当。嘿，我无食下晡茶，无食烘土啊，莫黑白讲，等著心。土仔遐尔高水，哪会当食土仔咧？对无？哇，伫倒位？
土海鱼仔伫倒位咧？土海鱼仔伫倒位？我哪会知？无，我真正无食土啊。哦，毋知影即摆要食啥物啊？啊，莫真正认真咧思考要安怎食土啊，好无？想无即摆要食啥物，你会使食，看你要食咸的，也是甜啊。你若是要食咸的，你会使食咖喱，你会使食咖喱饭。哦，即个时间7应该要有。嘿，啊，你若要食甜的，你会使食啥物？食巧克力豆鸡卵糕。嘿，好，我凊彩互你一寡建议吼，你会使食看卖。对，我嘛是有想到迄个，迄阵足穿的啊，迄个戏出内底即句话有够穿的，迄阵足流行，就迄个土仔食古水，哪会当食土仔？哦，啊，前嘛食便当食2粒，有食好饱就好，我便当我通常干若食1粒就饱啊。小等来买好，对你有帮助，安尼我足欢喜的。好，安尼小等放上了吼，会使去买吼，爱食好饱。来编辑一个，看有啥物？哦，伊个有甲即个进化的关系直接写出来，安尼袂歹。好，我想看觅头拄仔无咧用，嘛无想要用的，对，有一寡无想要用的，我爱甲伊换掉。比如讲，这我感觉无啥物路用，甲伊讲再会。这我嘛无咧用，哦，这嘛甲伊讲再会。啊好，啊毋过我都毋知影要囥啥物啊？这啥？哦，我有2张哦。因名共款，效果无共哦。因拢是 Articuno， 啊，毋过因的效果无共款。哦 ，Plus。If your opponent's Pokemon is knocked out by damage from an attack from 哦，伊甲人抬死的时阵，会当加摕1张奖励牌啊！所有学校应该拢有即种色水足奇怪足黄的咖喱吼。迄应该是迄个啦，就是有分做迄个做咖喱的时阵，有分做咖喱粉，嘛有分做迄个咖喱角啊，咖喱角啊，即2种做出来迄个咖喱迄个色水就差足济。应该是用咖喱粉，可能较俗，才会做迄种有够黄甲有够黄的迄种咖喱。就我所知影是安尼啦。Chilling Side， 我会使互对方的 Pokemon 困去。好，囥1张。哦，对，姜黄，对，甲一般的迄个，甲迄个海外的原底的咖喱粉嘛无共对无？我大概听过，这啥生了有够古锥，大概听了一丝仔尔。好，这看起来无啥物路用，莫囥，无想要用。啊好，水的，伊会使治疗家己，伊嘛会使甲人拍。哦，这爱进化好，先莫考虑。Rain Splash， 三色豆仔真正是无法度接受，三色豆仔甲咖喱囥做伙，就足奇怪呢。伊原底都毋是啥物好，伊原底都毋是食米，好无？伊原底都毋是食米。伊毋管是囥伫啥物物件内底，拢无法度接受。哦，大家爱有家己的坚持，好无？哦，伊进化嘛有2种无共的。好，无我偷偷囥1张。佫有啥物无路用的？这毋免遮济，我感觉毋免遮济。
学校的有肉都袂歹啊，对无？哎，佫会当囥啥？水的，这嘛水的。哦，会使抽做者牌啊呢，会使考虑。过来，无需要。三色豆啊！哦，紧急的时阵，无啊！你要留迄个紧急要用的迄个食物，你会使，你嘛会使留其他较好食的啊，对无？你会使留其他好食的，你无一定爱，你无一定爱留三色豆啊，安尼肉太迄个，对，死到的你家己好无？佫会当囥啥？毋知。好，开始毋知影要囥啥物啊 ？Filters，我敢若想要看水的 apply， 哦，安尼较清楚。安尼袂歹啦，会使食着吧？一定是比啥物三色豆仔佫较好，好无？吼，真正毋知会当囥啥。Sear Faring Flip 3 coins。会使捡能量转来。会使考虑。好，囥一张看觅。奇怪，我的牌仔遮济，我是毋是无应该囥遮济？佮有这啥？敢若会使搭伫水的 Pokemon 顶面。Provides energy only while OK。会使捡转来好。是啦，三色豆仔是会当保存足久有影啦，是无毋对啦。好，我哪有这 ？Trainer 升记录。我会当选我的阿爸，我会当选我的牌录啊。对啦。若准是要做迄个紧急备用的迄个食物，确实是会使冷冻足久才有路用，无毋对。我是牌仔无够，我是搁爱囥3张才会当用。原来毋是伤济，是伤少。Trainer， 我看觅。毋过我毋是应该爱有牌仔包。已经拆了啊你。我敢有钱？有呢，会使买呢。好，来买看觅。对啦，好食的物件，有足济状况拢是安尼。迄个好食的物件无介营养的物件无介好食。而且大人啥怎拢袂经食，其实就是因为因会使买家己爱食的物件，都无一定营养啊。选搁爱做免费劳工啊，辛苦啊。对啊，迄个嘛有足济学校拢叫学生仔爱来摒扫，毋过其实对嘛会使考虑，嘛会使考虑请人来做，毋过对，这可能嘛毋是学生仔有法度决定，也是影响的代志，都足麻烦。这嘛袂歹呢。我感觉这嘛袂歹。对啊，大学嘛爱做啥物服务学习。听讲迄其实嘛无一定有甲人服务着呢。迄就是做一个表面，就是做一个，互政策会当交代安尼。好，即张啥物？毋知。
这嘛是进化的，ascension。哦，直接家己进化。好，好啦，咱看卖使放啥 ？Deck Manager 来编辑一个，看有一寡头拄仔拢无用到，比如讲这，佮有其他应该拢还会使。啊，毋过我毋知影啥物物件较适合来读看卖。Choose up to 2 of your Fusion Strike Pokemon， 无即种物件。哦，会使甲伤害刷互别人。Shuffle your hand into your deck。这袂歹呢。愿意做就去做，无愿意的混一个学分。嘛对啦，嘛对。啊，毋过迄应该是一定爱做对无？迄应该是你一定爱做一摆，才有法度毕业。所以就是嘛是爱开时间去做。佮毋知影会当放啥，开始学白放。Blacksmith 会当创啥？哦，会，好，无重要。好啦，这会使放2张呢，我感觉这会使放2张。我若会阁欠3张。来，这会当创啥？哦，大家交换。哦，这进化会使，放这。佮放一个，这应该会使放好满。过来，这当创啥 ？OK，Heavy Ball。好，我感觉安尼会使啊。应该无需要搁换。这嘛无用到。哦，是啦，体验一下迄个变扫的感觉，较会知影迄个辛苦。嘛有影啦，嘛有影。对，当然有的人做了伊嘛是无即个感觉，做了伊嘛是继续学白用嘛是有。对，所以这嘛爱看逐个人有无共的，迄个。我一定爱拄好60张才会使。好，安尼即张无需要，安尼应该好。记录，好，会使找人相拍。好，安尼要安怎？要找人相拍 versus。来拍一张看卖。This is a mighty deck. OK。毋过我用我家己的。好，咱来试看卖。这两个差伫倒位我毋知影，好无要紧。总算是会当甲别人相拍看卖啊。好，咱来相拍一张吼，看今仔日冠生到底敢有厉害，到底敢有本事。足惊的，应该会互人教死。好，我感觉升无爱，互对面升。伊哪会阁低的？奇怪，我毋是应该有记录着？即张哪会阁伫我的牌组内底啊？好，对方嘛是水系。
敢莫加抽一张爱。好，好，拢是甲人拍。好，打一张。好，安尼着我出一张，找一个 Pokemon。好，小蛋会使进化，啊，咱先打互伊，小蛋才打一粒，应该会使。好，会使创啥？找两个基本的 Pokemon， 也是两个基本的能量。好，找能量好。好，会使拍20点啊。好，进化，来进化，来继续进化。好，哦，会使摕当创啥？摕当换一个人出来互伊拍。安尼摕，好，等下呢？哇，直接抽3张。那抽3张就无其他的代志。那安尼？啊，毋过我也无能量，袂当创啥？好，换伊。奇怪咯。好，继续找两个基本的 Pokemon， 还是找两个能量？奇怪，伊即摆应该是欠 Pokemon， 那会阁找能量是安怎？我看无伊咧创啥。有进化。差介济呢。好，会使拍一棍50，所以我应该即只爱再回啊。我想看卖哦。安尼应该换即只。啊好，无能量，系啊。无法度创啥？这嘛无法度创啥？大家拢无法度创啥？换人。好，继续抽无要紧。Oh no！ Oh no！ 安尼我足客呢。安尼我应该是无啊，即局应该是再会啊。Oh my god！ 对，大家拢无法度创啥，好。换伊。迄直接抽3张，介厉害呢。安尼真正无法度呢。这边哪算？
啊，我袂使打互伊啦，对，我袂使打互伊。好，安尼我应该无救啊！哎，互伊个哇，救命！哇，打互伊，进化，打互伊，袂当创啥？哦，会输会输，即局应该会输。哦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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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正袂当创啥。好啊，换人，好，安尼小等啊，一棍我就死啊，一棍我就输啊。免拖啊，嘿，免拖啊。OK OK OK，好，好，我即马会使拍赢电脑呢。即马距离迄个会使拍人，会使拍赢其他的人，还阁差足远呢。无要紧，后摆有机会哦。无啦，今仔日体验即个，今仔日体验一个 Pokemon 的牌仔耍，大概是安尼吼。今仔日足欢喜有足侪人，足欢喜大家来看冠商哦，安怎耍 Pokemon 的牌仔耍，啊，对，明仔载冠星会来拆食棉仔糖，足久无食棉仔糖啊，明仔载会使来看我食大家的棉仔糖，若有想要等互我一寡信息，也是有想要问我的问题，嘛拢欢迎，伫今仔日，会使赶紧去我的棉仔糖遐，看要甲我讲啥拢会使。对，袂是我爱感谢大家陪我耍啦，嘿，好，咱来点名吼，好，Mercury 暗安，蕾拉暗安，阿杰暗安，琪暗安，阿酸可能已经去做免费了工啊，暗安，毋是暗安，是安怎是暗安？即摆明明就是下晡尔，应该爱讲再会才对。顶来，Mercury 再会，蕾拉再会，阿杰再会。阿酸再会，琪再会，阿苏再会，丹如心再会，阿杰再会，多谢大家，大家辛苦啊，好啦，希望大家今日过了欢喜啦，对啊，想要食饭的会使去买啊，爱食好饱，这天气嘛爱穿好少，大家拢爱照顾家己。色素，第色素再会，多谢，今仔日安尼海事都差不多到这，多谢大家来，安尼大家明仔载再会咯，再会。